清秀姑娘变身俊朗小生。她叫陈丽君，是一名粤剧小生演员。精湛的表演让她进入了大众视野，也让粤剧这个传统剧种惊喜出圈。在下梁三宝，国王公子曾姓塔名，不管，原来这样生动。我的家乡是嵊州，嵊州是粤剧的发源地。我是08年来到杭州的，进入了08粤剧小百花班，毕业我就进入了浙江小百花粤剧团，成为了一名粤剧演员。感觉像抱了一个人，抱着娘子，这个动作就是对你这个手一定要环过来，是真的好像有个人在的一种感觉。一方水土养一方戏，在西子湖畔与粤剧相伴的15年里，陈丽君一直感受着粤剧与这片土地的深厚连接。我觉得我们粤剧跟杭州的气质是非常的贴合的。杭州是一座非常唯美、非常诗意的城市，我很喜欢它，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，它有很多的传说，像《梁祝》啊，像那个《白蛇传》，这些都是我们粤剧舞台上非常经典的作品。曾经我在小百花班学习的时候，我们春游去西湖边，一群非常可爱的大爷大妈们，他们甚至都有自己的乐队，然后在那边演唱粤剧。然后我们老师说：“哎呀，你去唱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然后我就让大爷大妈们帮我伴奏，大家氛围都非常的开心和愉悦。提起粤剧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奶奶辈儿的爱好，但这里的传承者们让粤剧走进了年轻人的心。我们一直是以一个学习的态度，在往前走。剧情师的剧本杀不是在年轻人之间很火吗？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些这种小剧场式的、跟观众非常贴合的、又有交流的模式来演绎粤剧呢？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剧目的热情是非常的高的，他们也很喜欢这样的模式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，粤剧在这座城市的氛围感也更加浓厚。我觉得戏曲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 DNA， 一个点啪，一个小石子投下去之后，就像有一个评论说啊，我好像我骨子里的 DNA 被唤醒了，我希望我是那个小石子。在传承者们的努力下，粤剧走上了更大的舞台。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，一曲《忆江南》演绎出了十足的杭州韵味。粤剧的魅力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将目光投向这里。今年我们就有进行过出国的交流，当时在伊朗有一个大学生，他说：“我真的好喜欢你们这个表演，我真的好想学你们这个水袖。”其实我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个可不好学呀。但是，看到他们能够那么喜爱，作为我心底里面生出的是一股民族自豪感，真的，因为我是代表我的国家，代表着浙江去宣传我们的文化，那我们就成功了。他们就是非常的喜欢。如今，从各地来到杭州的人们，在兼具传统与新潮的粤剧表演中，沉浸式感受着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息。粤剧也是浙江的一块金名片，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剧场，身临其境地感受粤剧的魅力，和我们一样爱上粤剧，爱上这里。